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请里面坐哦。你好，请入來坐，好，請入來坐。好，这是菜单，需要幫你介紹嗎？好啊，這係菜單，愛同唔小解無？好啊，這係菜單，愛同唔小解無？好啊。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呢？我會推薦最受歡迎的客家板條。你那個收入菜係乜嘅？我會推薦清秀繁陽嘅板條。你那個收入菜係乜嘅？我會推薦清秀繁陽嘅板條。薑絲炒大腸和福菜肉片湯，看起來很好吃。豬腸炒薑絲同卜菜豬肉湯。看起來當好食。豬腸炒薑絲同卜菜豬肉湯。看起來當好食。就點這幾道菜吧，請不要加辣。沒問題。我點了幾樣菜，莫加辣咯。冇問題。我點了幾樣菜，莫加辣咯。冇問題。我跟你說哦，這薑絲炒大腸啊，是很好的菜耶。同講哦，你豬腸炒薑絲係當好嘅菜呀。同講哦，你豬腸炒薑絲係當好嘅菜呀。人說啊，冬天蘿蔔，夏天薑，生活不用上藥方哦。這麼好啊！人講寒天菜頭一天薑，生活唔是上藥房啊。安好。人講寒天菜頭一天薑，生活唔是上藥房啊。安好。是啊，吃了豬腸炒薑絲，賺錢無人知。薑絲炒豬腸啊，幸福天地長哦。係呀，食了豬腸炒薑絲，賺錢無人知。豬腸炒薑絲，幸福天地長哦。係呀，食了豬腸炒薑絲，賺錢無人知。豬腸炒薑絲，幸福天地長哦。嘿，菜都到齊了，慢慢吃啊。菜出齊嘞，天天食咯。菜出齊嘞，天天食咯。口味吃的習慣嗎？非常好吃，下次再來吃。口味是得冇？食菜一好食，下次擺將過來食。口味是得冇？食菜一好食，下次擺將過來食。謝謝光臨，祝你玩得愉快哦。感謝光臨，祝福你聊來歡喜哦。感謝光臨，祝福你聊來歡喜哦。